隨住銅鑼聲響起，太平清醮嘅重頭戲搶包山終於開始。12個決賽參賽者齊齊向住包山頂出發。男子組嘅競爭十分激烈，有屆包山王美譽，身穿7號背心嘅郭家明先拔頭籌，尾隨嘅5號尤家俊都唔執輸，努力追趕緊郭家明。10號黃永輝、1號黃志傑、11號楊文雄都陸續登頂，佢哋用盡全力狂掃包山頂部嘅9分平安包。半分鐘後就掃得一乾二淨，隨後選手都轉戰包山中部嘅3分包，最終郭家明以1131分、143個包嘅佳績，成功第10度封王。今年個狀態算係都有比以往有7、8成嘅，咁咧不過咧我左邊啊嗰啲對手咧，鍾玉川、葉建文嗰啲其實係好強勁嘅，其實我都有啲擔心㗎。咁好彩今日就把握得好好咯。自勝策略都係希望盡快俾其他對手上到最高攞到9分包先咯，因為9分包其實原來係非常重要嘅，我覺得係。所以今次可能9分包係比往時攞得多咗。女子組方面，力爭衛冕嘅3號龔子珊同產後復出嘅6號黃嘉欣鬥得難分難解，最終龔子珊再次稱霸，更因為係第3次奪冠而成為包山後中後。因為其實我大話參加咗都9年啦，咁啊贏咗3年咁樣啦，咁所以都好開心啦，同埋好似見到自己進步啦。加埋其實咧，我都係第一次正式同黃嘉欣啦，即係 Angel 一位咁有經驗嘅對手正式係對壘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幸運嘅，因為 Angel 咧側邊2位都係冠軍級同埋亞軍級嘅人馬嚟嘅，咁所以佢可能一早已經俾隔離嗰2位即係郭家明咧搶晒啲包，咁所以我都係有啲僥倖嘅成分喺入邊啦咁。至於代代平安獎，葉建文以170個平安包嘅成績，將呢個獎代代平安帶返屋企。說在線記者甄偉培報導。